来，小朋友有没有？10个有，10个。来，那个王老师教你们怎么用啊？小心一点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来没有？来，10个，来，哥们。那你不是打耳朵还打哪里？哎，请问一下，打耳具是打哪里？你还可以回答。来，要站，哎，对，来了就站架。你看看王老师想。射耳朵啊，不要射了别的地方，要射他的耳朵，有没有了解？来，有，都看到了，老师要示范了。哎，女孩子不行，哎，妹妹，我等下再特别的再给你。哎，来，不是那边，哎，不是那边挨了。你们真的是不努力的小孩子吗？为什么都不会射箭？怎么为国争光？怎么为你们爸爸争光？打不死一只动物，你们怎么为你爸爸妈妈？真的是，不要急着，你听老师怎么去帮你用。看一下老师，后面看就够了，不要那么近。外面的观众朋友、乡亲朋友，给小孩子鼓励一下嘛哈，请你们进来欣赏一下，请你们欣赏下来一下，谢谢。下午除了竞赛以外，还有参加一些歌舞，所以下午的节目也是更精彩。哎，这个小孩选择800，这个小孩子选择了，爸爸功能都没有叫到。好，所以1份礼物给你，签名给你，谢谢阿姨。2个都没有打中，这个怎么转整啊？这个阿妹组来讲是，她会叫小孩子去河边去打渔网捕鱼。那我们是因为是狩猎的民族，所以我们要去打猎，所以以贡献为主贡献为主。早期是没有枪没有枪。加油哦！打不到加油我们都是原住民的朋友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不是台东人啊，这个都是花莲的，这个节目都是花莲的啦。这个是台东的，哇，怎么台东长这个样子的，不会射箭啊？是的，海端乡的不是延平。海端乡的加油！可以拉吗？还可以吗？哇，这个我要再教一点，那个老师在用心的教你们，你们都不去看，用心用眼睛去看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扶手，这个是扶手，是要顶住这个箭。看清楚，把它先在这里做正好，过去，这个箭扎下去。是邱教练邱教练在讲解，希望小朋友都知道一下。这个手，给它夹住这个这个手放好，有没有？调好，你不要让它，你在虎口，你不要夹住，不要让弟弟加油这个邱教练教你们了不要怕不要怕。可以的，要不然就最简单了，你用这个手，是吧？来吧。
放。把那个靶当成是你最讨厌的人啊，你就会射中啊，最讨厌的人、最恨的人。想一想他的动作。这个，我再告诉你们，这个都是他的，帮着抓住你的虎口要抓紧。啊，这个是海端乡的啊，加油啊！哦，得分，海端乡得分，好，谢谢。拿分领奖品，这领奖品。哎，我们这次有机会，我们要好好教什么叫射耳技了，要不然真的，这个是中心点，这个是中心点。麻烦一下，这个虎口抓紧，这个手。对呀。你拉弓箭一下，再伸一次。拉弓箭哦，你这样子，这个拉掉。张嘉伟，你再拉尺更大。再来一次，大人的屁股吗？看清楚，不要看我，看那边。这样子啊。清楚。这样子拉，把那个斜的第一个动作，你这个虎口，你这个虎口要去抓。对，哎。我想射。不要，再想一想是什么样的动作。好，等一下。他怎么跑变？他怎么可以啊？那弟弟比他强，还遇到吗？好笑。啊，不要。好，加油！小心，用力啊！再用力！那个手机掉了。我真的很想把这个爸爸给扁了。这个小孩子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手要怎么翻？前面的。还不错。对。弟弟快！是了，被技术指导。对，已经指导好久了。技术指导。快点！不要太紧，但不知道怎么试这当卡住。不要太紧哦。等一下，生气啊！还有呢，还有这可以给他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太紧，不要叫到里面了。出你呀！你还是要放一点哦。你那个是放轻松，射下去，射，放手。对，你交给了东米。再来一次。怎么？不好意思，你看老师怎么教你啊？这个放在这里。我告诉你们，用眼睛啊，用心去看。你是左边才是右边才？好，不然看怎么用剑的？哎呀，那个动物已经跑掉了。你要压，轻轻的放轻松，你这个手就是要拉紧嘛，然后你这个手这样子放轻松，你就不会来，这样子压紧，来拉出去，然后放松，中心点没有在中心点了。哎，对。
开始，哎，你这个要夹紧，那个部位要夹紧，这个部位放轻松。因为这样，好，那个一定要这样子，你这个手是辅助你那个肩膀这样这样子。这个应该真的是要所有的小孩子都教育，真的没办法，动物都已经飞走了，已经飞到菲律宾那边去了。他的手没有，他的手摸那个剑，我这个没有办法，你要打到手。还有几个？等一下我们要请神父，要追一个。小朋友往边弯了。神父好像不能发声。看你们别看我，我要那么帅吗？哎，麻烦一下，再教一下，赶快就好了。哎，不要那么久。哎，教一下就好，把小孩子教好就好。对，私底下我们再教一下。哎，我们私底下再教一下。因为阿公都长这个样子，就没办法了。来，神父，可以伸一下吗？来，伸。喂，好，我们掌声我们的神父啊，我们的神父啊。神父是射魔王，不是说射大象哈。车身。神父是左撇。没有，再拉长。绳子放掉。好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我们组成的请准备，谢谢。来喽。
给他们掌声一下，我们的古城美少女，谢谢他们，等一下，会长帮他们就用一下啊，给他照顾一下，来，开始没有？OK， 来，轻一点点，轻一点点就好了，轻在动起。小一点，你小一点。气小一点，不要气那么大。慢慢的，慢慢的来。完毕的要举手一下，加油加油，不要急不要急哦，按照你的速度，按照你的速度就好了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小心小心哦。他们厉害。小心哦，要减低，要减低。好，结束啊。
标。哦，要小心小心，按照你的速度，一上二下，一上二下，然后速度加快，就没错了。哦，不要受伤。一上二下，然后加快速度就没错了。那个锯子不要弄弯，弄弯了就不好锯了。走啊，进来走。来，这里坐过来啊！88第一名，冠军队伍。那个团结会的会长、副会长，敬酒，敬酒。来，我们请团协会的会长、总会长颁发冠军奖。
好，
对对对，旁边要4个，旁边要4个帮忙。好，对，这次是掌握的更好，哎，标准内容。咱们是加油的，加油的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没有比赛的小朋友在旁边。那个都不错哦。把它写了。这样不行啊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大家。我刚才那个脖子都弯了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比胸，比胸，比胸！不要给我举歪了！好，哇，这是没错的，这个要比胸。还有给他过。中间那个阿妹组了，掀起来，哎，我们做点头。哇，这妹妹很厉害啊，这妹妹很厉害啊。都是厉害的，对。慢慢掀起来，慢慢掀起来，来，谢谢。
结束了。
时
差不多拉不上来了。拉到底，先拉到底，不要紧张，先拉到底，拉到底。好，好，哥哥，拉。再拉，帮助我。好，在后面。对。very good，你要拉紧，再次。好。你就按照你就拉这个绳子就好。你抓这个，就你抓那个哦。OK， 等一下哦。好。它跑掉了。哦。哇！先生的江边。在地，不要准备。在地。过去点。好，好。来一点哦。第二次我要看黄色。为什么会叫没有威力的人打？还再低一点哦。在地，左边一点，那个右边，好，在地，这一其实我已经抓到要领，第三那个把不见了。有没有变成松了？有。好，然后这里你要准，踩动作。我看我手腕连接出去。没有关系，等一下你就降低一点。对，好，带了。还有一个，再一个。你说的木头上面的那个点呢？你看这个点，这种方法。哎呀，所以小心，刚刚想对那个。江边，沙拉油。没事。先拉到底。好，然后再瞄准那个红的这个。哎呀！不要瞄准，先直接拉到后面。好，就很松了哈。然后那个红就怎么样？这样可以。啊，等一下你就再调高一点。第一次是看路，你不要太快放，然后要比刚刚高一点哦。好，这样就有了。谢谢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好了，没有了。
答对，打面，答对。谢谢王领导，来。木头，答对，鼻子，答对。好，这个嘴唇，对。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停止上去，停止上去。那个 S 要念清楚，自己拿来。好，要讲很大声。你打到别人就完了。木头，答对。给你。接下来这个小朋友，答对，衣服。好，牙齿，答对。接下来，答对，衣码。接下来，哦，有了，加油！男生怎么讲？男对，banana，答对，男的。接下来，哦，这么好，好，什么？大声点。对，太阳巴黎，答对。前线一点。后面。前面，等一下，要倒下。不能看旁边。啊什么？哈鲁，答对，猴子，水蜜桃。接下来，还有一个小朋友。哈喽。对，一路橘子，答对。还有一个小朋友。好，第二届喽。对，温温，答对，香蕉。接下来，好，小姐，第一点。什么？蹲狗，答对。鸡，公鸡，好。接下来，那个。好，奖品，Lisa， 好，叶子 Lisa。要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快来，仔细来。过来。对，是国语啊。啊，对，干这是语。还有。各位好了，答对了，老鼠。接下来，等一下有，这是小朋友的。那个，讲大声一点，什么？啊？班长，答对，好，班长。接下来，阿美族的。阿妹子来这里都可以。叫什么？要认真吗？马拉冰啊！答对，马罗斯汀啊，答对。好。还有，再来。没有人再换大人的了。
康，家庭幸福美满。在这个欢乐的时光，我们非常感谢你们，希望你们在每一个时光、每一个时刻都能够快乐愉快。非常感谢在这个短暂的相遇。好。